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正月24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国内疫情的状况。咱台湾昨拢总是增加3例确诊病例，包含2例带病入境，加1个本土病例个案。观众朋友会较关心的这个本土案例，是部入桃园病院群组感染的事件当中第881例。第3查某囝因为烦恼这个病院烧化情形会哪来哪严重，指挥中心目前已经隔离967个人，是自疫情爆发到今上济人的一遍。恢复部的桃园病院新冠肺炎群组，搁增加1名本土病例，后这个事件已经有13人染疫。885例是本国籍50多岁女性，也是881例90多岁老先生共住第3查某囝，伊2摆采检拢是阴性，一直到第3摆采检才确诊，核酸检测 CT 值是77，至今嘛无症状。2女儿跟3女儿，她在1月11号、1月17号跟1月22号都有采检，那目前就是3女儿22号出现阳性。所以指挥中心将隔离范围扩大，隔离14天的人有967人，其中病院403人，社区260人，回宿隔离304人。病院无必要上班的人员也列为居家隔离。未来陪病者一个继续抗疫，是疫情爆发到即马上大规模隔离。这个 COVID-19 以来那最大的一次，最大一次。事实上，它相关的病例也相对的多。所以为了让这个防火墙能够发挥它实质的效果，所以我们都尽量予以隔离了。但市长表示，1月7日到19日，为部桃安区出院的191人，拢列为居家隔离。有去过病院的前区民众，疫情关怀中心也完成第1摆电话关怀，有症状就会做采检，照出建立大的防火墙，是不是对墙内名单采检？指挥中心会个研究。记者综合报道。但是中昨公布第882案，也就是步入桃园病院去照顾住院的病人，刷去染着武汉肺炎的个案，伊所行达过所在，伊捌伫1月19甲20去过桃园市的中平红昏市买暗顿，目前市啊四周边拢已经消毒啊。因为目前这波本土疫情还搁伫咧关键期，台北市长郭文摕就表示讲，要扩大居家检疫，而且也赞成一定范围的锁国。不过，但市长是讲会维持原本的防疫脚步。步入桃园病院群组感染事件，第1位感染病人的3个查某囝内面，因为有密切的接触，2个人确诊，分别是按882加885。指挥中心公布882的卡列，因为伊负责买3顿。1月19、20都有到这个仲平黄昏市场了在傍晚的时候有去那个相关区那边购买晚餐，详细的时间再给这最主要的资金。指挥中心公布卡列了，环保局随开始消毒，当地里长也加强戒备。来，马上带好，你带走，你带走。有。袂使连去，滴好。本来人真侪黄昏市场，因为有确诊者来过，突然间拢无人，业者真无奈。民众讲，最近就较卖去。不要情绪就好了。还是会对了，避免一下就好了，好不好？还是会担心对啊。那个没办法，他自己也不知道才会来啊。本土疫情新冠隔离人数967人，是疫情发生以来上多。担心社区感染挡袂来，台北市长郭文摕希望扩大居家检疫，也赞成某一种程度的锁国。终究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打疫苗。问题是疫苗还没打之前，这还有这半年这空档。其实我是赞成一个程度锁国了，因为那个每天进来这么多，久了那个医疗体系就会被穿透嘛。那目前我们还是维持原来这样的一个步调。那现阶段我们大概是针对桃园这样的，就是布桃这样的一些群聚来做高度的关心，然后扩大去办理。外界担心疫情扩大，不过但市长敢若对目前防疫作为有信心。要继续用伊的步调对抗病毒。记者综合报道。这边的群聚事件，让步入桃园病院变成重灾区，侪人拢是心惊胆吓。不过也是有民众送食食干物资去互医护人员来甲因鼓励，而且也有侪人伫咧面册顶悬小听。伊方是透过网络甲大家说多谢，也强调讲，伊一定会坚心继续拼到底。
医护人员挂着面罩、穿隔离衫，伫面册打摄工作相片。趁着工作确认的时阵，大家斗阵翕相。不过因真正是真无用，因为国内疫情上升，部立桃园病院爆发院内的感染事件。第一线医护人员讲，因一定会斗阵来抗战到底。小哥加油啊！种果子的人赶紧甲葡萄装箱改出货，各地民众要陆续送到爱心的物资来，有几若地便当、饮料，也人亲手写卡片，提着医护人员来加油。要警察局的副分局长伫面册发文公开支持伫部立桃园病院上班的护理师查某囝，也引来网友热烈的回应。不过卫生局人员每天爱接至少上100通的电话，唔闹感染的风险，有当时也互民众骂。不过因表示会使来体谅。委屈是一定会有，但是事情还是要做。因为民众他们也是有情绪，所以可以理解啦。另外，一片金汤豆仁王店内只有1-2道人客，因为确诊者捌去过，所以生意也大受影响。因为我反正比较喜欢这时候来，因为都没人。逆向思考的话，反而更安全。伫桃园南门市场，相关人客也无几个，真侪大头拢休困。因无奈讲，即阵敢若剩一些人客，还讲这年歹过咯。过年要到了，大家都很辛苦，赚一碗饭吃，你看看，差很多。今天假日还好一点，昨天前天都几乎都寥寥无几啊。做生意的人讲，防疫拢已经做到安尼啊，希望民众会安心来买物件，也希望人客会慢慢回来。记者综合报道。病院集体烧化事件当中，和护理师围着的病人，又搁围互因厝内2个查某囝。有医生就讲，病毒真有可能已经伫咧社区传播啊！建议所有伫部立桃园病院转移甲住院过的病人，甲因的家属拢爱加采检几遍，勿望病毒别搁继续传出去。为福部立桃园病院群组感染出现第一例患者家属染疫，881例是90多岁老先生，是852例护理师，捌照顾过患者。连老先生共大到查某囝882例，甲3查某囝885例拢采检阳性确诊。有医师认为，这显示病毒恐惊已经伫社区传播，尤其甲出院病人共大厝内底人风险上悬。我一直很担心同住家人有没有在家里真正佩戴口罩，或是即使佩戴口罩，但吃饭拿下来，又或者是说那个指标案例的部分，他在桌上或其他接触面，甚至行李的一个病毒会造成影响。医师表示，881例是出院了后到其他病院看病才确诊，这是一个警讯。虽然伊长期在床无甲可能出外，885例3查某囝进前已经列为居家隔离，也未出门。不过882例大汉查某囝进前无被列管，可能伫传染期间会出外行大。建议所有为报道转院出院的病人，甲共大的家属都应该爱增加采检次数，安尼才能阻止病毒向外传播。住院的病人本来就易受创族群，如果说同住家人面对一个易受创族群，而且这一批病毒在突变下的一个高复制率，又高风险，又到社区，就会造成影响。所以我认为，起码第一个就是已经出院的病人应该增加他的一个检测的频率。不过指挥中心表示，881例2查某囝3摆采检拢是阴性，未来袂阁安排第4摆采检，除非出现症状或者是隔离结束才会采检，因为一直采检袂当发现个案，只有落实隔离才是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联合报。这个月初6，前美国总统 Trump 的支持者冲入去美国国会破坏，造成5个人死亡。众议院以煽动暴乱表决通过弹劾 Trump， 参议院会伫2月初被审讯。Trump 是美国的唯一一个和众议院弹劾2遍，也是唯一一个落任了后要该面对弹劾案总统。接落来是《苹果日报》，美国参议院通过拜登政府第2位对国成员的提名案，是67岁陆军退役的上将 Austin， 成做美国头一个非裔国防部长。伊伫个提名听证会表示，美国国会会全力反制中国，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的能力。上尾是《自由时报》，因应疫情，台电按算要开260亿，重新启动公平水力发电计划，伫咧大甲溪去1年会当发4.5亿度的水力电厂，今年会送经济部核定，目标是2034年来完工。由台湾团队自主研发制作的飞鼠卫星甲玉山卫星，原本伫咧21暗就要发射，不过因为火箭的安全问题，决定延到早暗。不过早暗的天气也是真无稳定，搁再宣布延到阴暗发射。
台湾团队用3年多的时间研发制作的飞鼠卫星加药山卫星，本来23暗要坐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自美国的卡纳维尔角基地发射升空。无想到讲卫星准备要发射的前4分钟，美国方面通知天气不好取消。这次的这个火箭的发射呢，上面承载了143个卫星，那这个是有史以来呢承载最多次卫星的一次的记录啊。我想对 Space 来说呢，它也是压力很大。那如果说万一呢，因为呢这个天气又不佳呢，而贸然去发射的话呢，如果说造成损失的话呢，我想这个对 Space 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这边的计划本来是定台北时间1月2日就要发射升空，不过因为天气甲安全检查原因，这个月2、2、23拢宣布取消，等于是第3遍延期。好像是第2节火箭那边有一些问题，不过这个是难免，因为每一次在火箭的发射过程中都是要检查、再检查、再检查啊。那只要有一点点小瑕疵的话呢，都会去很严谨的去面对它，把它修正为止。发射计划1日前，林俊良讲，火箭发射延误的情形是定定看到的，飞鼠甲药山卫星无算是例外，所以认真总是好。希望天气若好，会当伫咧2、4暗发射。记者综合报道。昨天是110学年高中考大学学测的第2天，考数学、作文甲自然。考生考煞是表示讲，数学是真歹写，也若是作文的题目是我哪有一台新冰箱，互学生对生活的经验激头脑，袂讲想歹发挥。大学的学测第2天，23世纪考的是数学，下晡是国文写作甲自然。全国33个考区在3219个市场举行。早起数学考完了后，学测主办单位大学立学考试中心表示，试考生也有老师因拢认为，今年的数学是注重伫推理的论证，概念要有够清楚，真能考出学生的程度。测验学生对数学跟空间图形的掌握度，那以表格内容的判断取代传统的数据分析跟统计，那把重点放在几率跟组合、平面几何跟空间几何。那综合来说，是一个有鉴别度的试卷啊。下晡第2考一考国文的写作测验，今年考题是假使我有一个新的冰箱，让学生对生活的经验来出发，表达家己的想法。写作测验是让学生对2部电影去分析，若是甲无爽快记忆删掉，敢就发到幸福。而最后目标拢是指向幸福的人生。2道题目呢，一则谈删除记忆，一则想象自己有一座新的冰箱。看起来似乎是不相干的题目，但最后目标都指向能够更接近幸福人生。女学生是表示，数学难度真悬，无好写，即摆要摕冠军恐惊无遐简单。而作文题意清楚，有够丰富的生活经验就能发挥。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写作技巧，就是经历比较重要。技巧吧，想象力，对，想象力跟技巧。大考中心表示，今年学测有12班8000多人报考，比去年减少4800多人，缺考率比去年小可加一点啊。今年也是102年实施的99考纲最后一届学测，考生普遍反映英文、数学、国文甲社会有小可较困难，考试题目真换，也更加会使考出学生学习的成效。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无党籍的议员黄捷的罢免案2月初6投票，罢免团体昨下晡办反来底反黄捷的游行，表示等甲黄捷罢免掉了后，就要甲挺来底的绿营民代隆重罢免。因为总统蔡英文20日民进党的中常会当中，有叫党内的人拢爱相挺黄捷，这几天有绿营民代就拢甲伊相挺，互这场罢免案变做另外一场拿力的对决。真侪人伫高市府洪山行政中心头前，23下晡举办的反来底罢黄捷游行，几位南洋人士也来支持。罢捷团体表示，不管无党籍市议员黄捷进行伫表决，来自零检出事闹炮，蔡总统20日民进党中常会指示相关黄捷，好亲像也激化反来底民众的罢捷情绪。黄捷，你站出来讲清楚，为什么要肉品零检出的时候，瘦肉精零检出的
时候，你为什么没有出来表决？所以小虾米们绝对会团结起来对抗大金鱼，这已经不是凤山人的事情了，这个是全台湾人民的事情。八只团体表示，拔掉黄节后，要搁拔掉厅内组的民代。高雄市长陈其迈甲真济会议着赢民代以行动支持黄节。23杯黄节拜访真济经庙司甲凤山老人公府，暗过陈其迈为有关保留表示尊重人民的罢免权利。我相信。市民或者是人民都会看在眼里了，他自己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判断跟决定，这个我们尊重。不希望它是一个报复式的罢免，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去了解到说，到底我是不是任，然后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尽心尽力，那问心无愧的话，需要被罢免吗？黄节罢免案要伫2月初6投票，中常会日也决定，国民党发起的反内底公投会伫8月28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前美国有线电视台新闻网 CNN 单位节目的主持人赖瑞金，伫台湾的时间昨暝破病过身，享受87岁。赖瑞金这几年来真侪辛苦病痛，毋但有糖尿病，搁着血癌甲前列腺癌，毋过这拢毋是伊过身的原因。伊去年因为心脏病住院治疗，这个月初确诊新冠肺炎，昨暝伫病院过身。赖瑞金自1958年开始。伫 CNN 主持节目，访问过真侪出名人物，有伊特殊的主持风格。一直到2010年节目停播，25年以来一直拢是 CNN 上侪人看节目，而且创下共一个节目、共一个主持人、甲共一个时段播出上久的世界纪录。来看中国的疫情，官方公布2日即天新增加90个本土个案，而且是伫乌龙港、吉林甲河北上介济。官方也针对侪所在封锁管理，也若是香港的本土个案嘛，日头增加。当地政府是宣布讲，佐敦即寡街仔路拢总封锁，也会强制体检带伫迄个里的人。天一回光，港警就采路段围查，设检测用的布棚。上午，香港佐敦区路的真侪人排队等体检，因为本土疫情继续升悬，港府伫23透早4点宣布，佐敦部分区域封闭48点钟，区域内所有人拢要强制检测。測試嘅話，我大概5分鐘我都可以搞掂。敦嘅指定區域咧，一共錄得162宗嘅個案，涉及咧係56宗。因為佐敦嘅封鎖區內面已經有162例確診個案。包括56棟大樓，真濟攏無啥管理，社區感染風險真懸，有1萬人愛接受檢測。都係趁呢個機會咧，係為我嘅同事打氣，亦都感謝喺呢個區裏邊嘅市民咧係全面配合。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來視察的時陣強調，這是香港第一遍封區強制檢測，檢討行動了，可能會再一遍實行。中國嘅疫情也升懸。看看方艙的2層啊。這是中國吉林通化市的保濟物流中心，昨晚要起1186間隔離園倉，要伫咧27完工。中國衛健委公布2日新增加90例本土個案，主要是伫咧迄兩間56例、吉林13例、河北15例、北京、上海分別3例。上海寶山林間部分社區已經實施封閉管理。不進去了啊！趕回來，我是買點東西、菜什麼的給他們。立馬趕回來。趕回來就是叫家人嘛，不要出去唄。叫小孩啊，什麼不要出去啊！北京3例確診，攏伫咧大興區天祥區國道永惠社區。北京已經啟動排查所有未正經嘅人員，包括對已經封閉管理嘅天祥區國道部分區域做嚴格交通管控。迄兩間星也宣布加強春節返鄉嘅管理，將有7天內陰性檢測結果。記者綜合報道。英國、南非甲巴西攏出現變種病毒，各國攏趕緊咧自我封殺。美國即陣嘛打算閣要加買一寡疫苗，嘛注心咧研發會當抵擋各種病毒嘅疫苗。也若是 WHO 甲輝瑞藥廠是已經悄悄好勢啊，對2月開始會用非盈利嘅方式賣4000萬劑疫苗予中價收入嘅國家。新冠病毒第一全球拖啊，佮發展出英國、南非、巴西3款變種病毒，和美國要求增加各地疫苗劑量。疫情嚴重嘅加州有養老院就慶祝總算會當注射疫苗。All of them wanted it. No one said no. They said, for me to get a chance to see my granddaughter or my great-granddaughter, I'm going to take the vaccine.
除了加州、科罗拉多州拍算要伫2月底进前向70%70岁以上的人提供疫苗，亚利桑那是要开始向超市送疫苗，互民众会当更较方便来注射。只是伫疫苗需求增加的状况之下，法国开始有部分的地区因为本地的这疫苗无够，无法度注射，暂时关闭注射中心。 Le problème, malheureusement, c'est qu'on n'a plus de vaccins. Nous sommes trouvés au début, la première semaine, pour vacciner les personnels non hospitaliers, soignants, mais non hospitaliers. Puis, cette semaine, nous avons commencé pour les personnes de plus de 75 ans. Et puis, on a été stoppé dans notre élan, puisque... 法国政府嘛表示会加速供应疫苗，唔望伫2月底进前达到全国240万人注射的目标。另外，根据协议 ，WHO 世卫组织日宣布，已经甲辉瑞药厂成功协商。 会为2月开始用无趁钱的方式供应疫苗予中价收入国家。COVAX has signed an agreement with Pfizer-BioNTech for up to 40 million doses of its vaccine. These announcements mean COVAX could begin delivering doses in February. 因为辉瑞疫苗是目前唯一摕到世卫组织紧急批准使用的疫苗，另外有1亿5千万剂固定疫苗只要 WHO 批准通过，有国嘛有希望伫2月中开始透过 COVAX 送去中价收入国家。离新冠病毒一直发展出新的变种病毒，暂时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嘛咧研发新的疫苗，上紧会当伫今年6月进入第1期的临床试验，用作应对未来各种变种病毒。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玉。 转来关心国内消息，去年伫台中中茂山救援的野凤野乌鴞，最近伫苗栗甲台中的浅山活动，当时林管处原本昨要甲伊赶转去深山，结果所发现讲伊佫着陷阱啊，所以开始救援。编号711的台湾乌鴞，去年10月无细遇到山猪条的陷阱，治疗了后，12月初野放，结果发现讲伊也是走去人家厝内底烧冰箱偷食鸡。 为着避免人甲鴞接触会有危险，昨原本要甲伊赶转去深山那内，结果发现讲伊又佫着陷阱。初步检查，倒脚有互锁啊吹着伤，皮肤刺伤，会先治疗了后，才佫决定后续处理。去年有环保团体发起抢救桃园台湾海草大生态的公投，要拼第2阶段35万份的人数条件，不过目前敢若2万多人人数。 昨环团是伫大安森林公园办游行，希望28正正会当人数通关。其实它就是合藻。包括枫叶保护协会在内环团人士，热心向民众解说什么是海草大，希望趁着假日，让更较侪人了解桃园大潭海草大的重要，有更较侪人做伙人数公投。 有民众听了该认同。藻礁死掉以后，你生态就变了嘛，海洋就没了，对不对？所有的，对呀，希望能通过，大家加油。这摆选伫大安森林公园做宣传，搁请未少的媒体人士到赞声，希望2月底进前，唔但会当冲过公投法第2阶段29万的这关，而且爱搁加一寡仔才有保险。 阮拍算讲28以前会当听到35万份，因为差不多要29万份才算门槛啦。万一其中有一寡伊的资料填了无正确，啥叫淘汰，安尼就无够。潘中正表示，伊自去年12月发起这项公投人数，个半月以来才收到23000多份，离目标搁差真济。不过最近逐礼拜拢增倍咧增加。 伊要是感觉真有希望会当过关。若是讲阮这回第2阶段连署35万份过关，今年8月28，咱全国人民都有机会来投票，来决定讲咱的藻礁是毋是爱甲留落来。环保团体讲，就算要活过年，嘛是爱继续拼人数，希望会当早日甲当咧进行的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工程炸落来，保护珍贵的海草大的生态。记者陈雅文、曾佩文台北报道。今仔日的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是13度到22度，中部地区是14度到26度，
南部地区是16度到26度，东部地区16度到22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12度到19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